各位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68311个本土病例，不过这死亡人数的部分已经是连续3天拢破纪录了。今仔日有213人死亡。另外，咱国内也有这第3例囡仔确诊了后出现密死的个案，是高雄一个6岁查某囡仔，经过住院治疗了后，目前状况是真稳定。国内新冠本土病例有小可降低，7日新增加68311例，其中台中新增加10032例确诊，是排全国的头名，其他县市拢比1万例较少。目前全国确诊差不多11.69%，指挥官陈时中示警，中南部3都也搁伫疫情的高峰。在北部的3都，相对的都在往下降。那在台中、台南、高雄，因为确诊的涵盖人少，台中只有9.73，台南是8.67，高雄是10.09。那中南部现在维持在高峰，那需要观察。另外，中重症增加553例，死亡个案新增加213例，各创下新高。特殊重症的部分，7日新增加1个密死死个案，是一个6岁查某囡仔，5月初5轻症确诊，5月13改隔离，5月底发烧到38度5，而且连续烧3天。6月初2开始会吐、吃甲活动力减退这个症头，送医急救收治住院，经过诊断是国内目前累积第3例密死死的个案。四肢的肢体的末端有这个浮肿以及在脖子的部分有出现红疹等等这一些那加上有血压偏低的情形，包括免疫球蛋白跟类固醇药物的这个投予，其实这个小朋友已经逐步的恢复健康。除了高雄，这个查某囡仔诊断是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其实最近伫新竹台大分院原来收治11岁查某囡仔，伫确诊1个月后连续烧4天，阁有目睭红、草莓肌、颔管阁牵下啦，咳时阵也阁会有影。入院了后，合并心脏停气甲分气，诊断是得到密死死的重症。病院专业抢救了后，目前镜头渐渐稳定。小朋友目前生命征象都已经恢复了，那接下来他会转到普通病房。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国内累计儿童重症已经有44个，17个死亡。因应新冠疫情也真严重，专家建议5岁至11岁囡仔注疫苗应该为12礼拜缩短到4礼拜，还是8礼拜。对这件代志，指挥中心伫下晡召开会议来讨论这件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确诊的死亡人数一直在增加，就专家表示讲，台湾的死亡人数第13天就已经翻倍增加了，这速度是世界第2紧的。认为要赶紧找出问题根本，若准保这个死亡人数会继续增加，向政府公开重症加死亡资料，才会当去分析找出阻止死亡方式，唔是逐工伫遐报数理所拢唔研究。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认为，报列出来这稳状个案，每一个国家拢有，也千万唔通用坏。认为对于安尼死呢，来对民众信心，抑个疫情拢唔是好代志。国内感染死亡人数一直欠悬，7日通报213例死亡个案，阁创下单日的新高。台大公卫学院教授詹中权指出，台湾死亡数伫13天内加1倍，即马排全球第2紧的，加1倍是一个警讯。若做无找出根本问题，死亡数目还会继续增加。对这代志，指挥官陈时中回应，这种的讲法统计上是有需要检讨的，若无就是基础爱共款。若作家指出死亡率的分母加分子无算到的乌白比，影响民心甲疫情的判断，这不是好代志。确诊跟死亡的时间隔得蛮短的，这代表呢，他们可能太晚被诊断了，那或者他们诊断以后呢，没有办法很快的拿到药物，所以这个地方要去检讨。医师认为，死亡数快速成长的原因真多，也有可能是医疗资源无到位，确诊了后用药的速度慢，也是确诊者共病多。今天医师开药之后，可不可以立刻拿到？其实这个地方在中南部可能执行上会有它的困难，因为毕竟是地广人稀。如果说老年族群不会操作手机，不会视讯看诊，这些药物的一些得症，其实并不能够普及所有病患的话，这些死亡率就会相对增加。国内死亡人数欠悬，国外原来有新威胁，有医师示警 ，Omicron 一直突变，传播力也会增加。新一代 Omicron 5.0以10倍速度伫英国传开，不过开放国门已经是全球的趋势，也是应该赶紧摕到次世代疫苗，这是重要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带观众朋友来关心2岁查甫囡仔恩恩伊送病院的过程，敢有去牵着咧？行政院长苏贞昌今日表示，已经有要求指挥中心伫24点钟内面，爱把这资料整理好势提供给家属。因为新北市政府若准会当把资料交予家属，这件代志就会当清清楚楚啊。今仔日还有人也讲，这4月送医 SOP 内容是写讲，新北市政府规定，若准这紧急的患者要坐救护车，一定要有分队会当协助，而且也要卫生局指派病院了后，才会当派救护车。面对着这款的制度，恩恩的老爸也讲，伊是无法度接受。中和2岁查甫囡仔恩恩的案件争议不断，恩恩爸爸继续对真相，因为一直担保新北市政府提供关键81分的录音档。行政院长苏贞昌切实指出，要求指挥中心24点钟整理好资料提供给家属，也认为新北市政府应该回应家属的要求。新北市政府把录音档这资料送交司法，不是交给家属引起关心。那家属也非常希望知道，地方的消防局、卫生局到底如何回应家属的要求，以及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相关的资料，如果给家属清清楚楚的知道，也可以让真相大白。最重要证明我们的录音带以及所有录音档，包括所有相关的资料是没有伪变造，用这样一个证明的方式来还我们消防同仁的清白。新北市政府解说，送交司法是要让家属了解真相，证明资料无基础。有议员公布检举者提供4月份送医流程，内容规定，紧急患者必须同时满足，派遣就近适当分队出勤，也甲通知卫生局安排指定适当后送病院才当派车。恩恩的爸爸是讲，迄个时阵都是找无卫生局的人，无法度接受，无法度变通的指引。你新北市卫生局为什么可以躲了50分钟？你要定义这样子的就医的指引 SOP 的指引，结果你新北市卫生局找不到人，那人命要算在谁的身上？恩恩的爸爸讲，新北市政府把资料送交司法，并无事先通知，也讲地方处理的态度比中央更加无主动。另指挥中心表示，1922无公权力，国民党团是提法条反驳，讲1922有行政责任加刑事责任，问题就出伫1922专线的相关联络。开始切割，说它是一个外包的民间单位。我们看到了一个陈时中部长，我们的指挥官竟然是如此的诿过。你既然在恩恩爸爸受难家属家长在现场这么难过的时候，他还要演戏给那个父亲看，那你就演给大家看。民进党团要求侯友宜负起政治责任，也好拿力持续对呛。恩恩的爸爸一再表示，新北市应该爱把事实公开，让外界来检视。记者综合报道。南部目前当日疫情高原期已经线顶上课2礼拜啊。高雄市是授权予学校敢要来办实体毕业典礼，不过顶礼拜福成高中的国中部办毕业典礼时阵呢，其中有一班因为有人确诊，规班无法度来到现场，趁着返校日，学校特别老师咧特别办一个这个毕业典礼来补偿因。那讲到这线顶上课的部分，高雄和台南后礼拜有关是继续线顶上课，不过屏东说是爱登去学校，这个政策虽引起家长的批评。总算参加到毕业典礼，这一届福成高中国中部303班的同学讲，弥补心内遗憾，因为顶礼拜实体典礼拄到同学确诊，全班师生假期，班导师真大心趁早起登去学校日子，举办专属303班同学毕业典礼。就是一直哭，然后就觉得真的很遗憾。可是今天老师给我们办了这个毕业典礼，我觉得就是弥补了心中的那个遗憾。基本上国二那年的学业几乎是就是被耽搁的，然后考试什么都没有办法完成，就只能说线上课程，所以其实老师的教学还是都会被消耗一点，就是老师的那些教学能量。新冠肺炎疫情滚加2年多，这一届毕业生讲，真侪学生拢透过线顶，甲心内中的校园生活有真大落差。家长的认为，虽然线顶课程无天赋，不过同学互动团体生活还是要靠实体课程，希望疫情赶紧过，互囡仔恢复正常校园生活。
学习不中断是好事情啦，可是我们还是期待学生在学习的过程能参加校园的学习，增加跟同学之间的互动。南部新冠肺炎疫情还未降温，高雄市、台南市嘉义县、彰化县南投甲台中拢延长线顶课程。下礼拜实体上课学校有基隆、台北、桃竹苗、甲花东、屏东等县市。真侪恢复实体课程的县市，拢是确诊数明显登幅，按过屏东县也对咧做，有家长无法度接受。有一点担心啦，会觉得是不是可以再观察看看，好像也是要正常过生活。到17岁，疫苗施打率近90%，国高中生也在本周五完成接种 BNT 追加剂，提升学生群体保护力。县长潘明安的面册有真侪人闹会，质疑南部也伫疫情高峰期，屏东恢复实体上课伤过凊彩。县府回应是考虑县内5岁到17岁学生疫苗注射率将近90%，也要求学校加强校园清消，加上期末考特别到啊，才恢复实体课。家长若烦恼因为囡仔清防疫假，未达至学生的确实记录。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4月初迄当时疫情当起大爆发，行政作业拢伫咧塞车。这个民众确诊了后，却担无隔离通知书，伊就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提审。法官认定讲，这卫生局人员敲电话用嘴讲，要求伊爱隔离，认为这款的做法是无法律效力的。不过，法院这部分也驳回民众申请。今年4月初疫情大爆发，行政作业大塞车。阳明交通大厦科技法律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刘清峰确诊了后认为，卫生局只有电话告知确诊者爱居家隔离，无居隔单，定数有问题，违反人身自由，向台北地院申请提审解除电子围篱。行政处分已经是被认为是无效，那电子围篱自然就不能够去拘束被拘束这个行政处分的相对人。法院认定卫生局口头要求居家行政处分无效力，申请人隔离无受到拘束，裁定申请驳回，专案依然延上诉。申请人之一的刘清峰对判决无觉得满意，认为法院裁定无考虑电子围篱有关存在，无能加以身试法。连我自己是算是这个学习法律的人，我都有点担心害怕，说这个电子围篱是不是已经解除了？这个心理上的压制，也是对人民的这个人身自由的剥夺。台北市卫生局表示，一切遵照中央政策办理，也提醒民众应该遵守防疫规定。就是民众有接到卫生单位的电话通知，就要遵守相关的规范。这个部分我们都是遵守中央的一些规定哈。根据台北市卫生局统计，为4月初8到6月初1期间，有7个民众对新冠肺炎隔离措施向法院提出提审申请，2案撤回，其他5案被法院裁定申请驳回。记者综合报道。咱线直接看带观众朋友来看社会事件。讲到这个拜六礼拜天气，有关是受到风面影响，会较无稳定。北台湾落雨时间会较长，中部以北也将有可能会落大雨。到礼拜4的时阵呢，这风面往北，天气会较稳定寡。另外，最近一直咧落雨，地表力造桥的平衡川苗12线一块山坡底，昨透早规个崩山崩落来，监视器也去翕到。伫彰化河边的洪大水车路是做3年还未做好势，却出现上百公尺必顺，当地民众是真烦恼。监视器翕到半暝当地落大雨，不过边坡冻土墙愈来愈起，地林甲土石坚固车落来，砍了一大半的路面，加在当时无人车通过。苗栗造桥平衡川的这处山坡，刚好凌晨1点发生走山，当地居民烦恼，崩塌范围会愈来愈宽。那山路啦，山路比较小。了解，那就不好走了，是不是？就是路比较小而已。它现在泥土还会多少会崩下来。哦。钢板砖把它打好了哦，泥土就不会掉到马路。透过空拍，山头放起的部分长度大约30公尺，高度超过5层楼，只有纯泥土层。下骹就是村民的另外道路苗12线，伊是因为山区的土壤含水量伤大，佫是顺向坡造成的。工作嘛，紧日伫10号中打来抢通，维持单线双向通车。不过村长烦恼，速度来进入风台期，要求县府紧日启动再修工程来改善。天气好的时候，县政府会来处理，县政府会整个签用开来。
而伫中华好美，嘛因为连日大雨，互这处风顺道路的路边出现长长的空棚，长度大约150公尺，落差将近10公分。当地民众表示，这条道路中坡还未3年，已经出现闭起的现象，可能路基已经被掏空。施工做了若无用，嫌爆雨那是会出落去的。我会邀请相关的专家来进行专业的一个结构的一个评估哦，那确认我们整体的排水护岸是否有后续的一个问题。中华管府表示，初步判定是因为连日落雨造成灌溉水道冲刷护岸所引起，除了紧急加固，卖甲水利单位来评估中做护花。记者苗栗中华采访报道。咱国内真侪民众拢是希望讲会当赶紧出国去佚佗，毋过国泰调控一寡保险公司拢宣布讲，无要搁再赔旅游平安险的海外突发疾病医疗保障啊，所以未来出国去为着病死跋倒申请理赔。也有一寡旅业者认为讲，安尼真有可能会影响到民众出国旅游的意愿。因为各国陆续开放国门，民众也开始期待海外旅游。不过，进前防疫保单造成业者理赔压力真大。国泰产险宣布停卖旅病险的海外突发疾病医疗保障。调风往往有连，新安东京这的产险业者嘛是同款。未来出国较紧，会无法度申请理赔。第一，他可不想跟客户解释说突发疾病跟确诊这个差异性在哪里。有的保险公司是不处理这个问题，我直接停卖。几百块就可以承保到2000万，如果突发疾病，它可能200万或是100万。拿着医疗的收据向健保局申请核退，那差额的部分呢，可以再向我们拥有的商业保险公司再申请第二部分的核退。保险经纪人表示，确诊是毋是算突发疾病，目前也无法度定义。保险公司先停卖，以免造成后壁一寡纠纷。不过也是有提供意外事故保障者。对这件代志，品保协会发言人李基刚是认为，这会冲击个人出国的意愿。那对于未来我们很多旅客在出发到海外各地去旅行的时候，它的旅行风险呢会提高非常的多。这个部分可能后续呢还需要一些协商。其实5月中，观光局发函予产险工会，未予民众出国旅游防疫险提供确诊者保障。不过产险工会是回复，因为无法度明确评估控管风险，现阶段无法度提供这种的商品。未来出国旅游感染的成本，可能家己爱先评估。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有一个14岁的查某囡仔，初6确诊了后，当咧居家照护。不过早起因小弟才发现讲，因的阿姐已经无心跳、无喘气，赶紧打电话给因的爸爸妈妈，就被送病院了后，有关是救不回来。屏东县政府表示讲，这个少女伊本身就有先天性的糖尿病，死亡原因目前正在调查。另外，根据统计资料，今年疫情到今已经有20岁以下死亡个案，到今已经有19人死亡了。虽然伫北部的疫情开始伫咧降，但讲到这中南部疫情当时会当稳定咧，恐惊要继续观察。前隔离医的医护人员甲确诊的14岁少女送入急诊室，不过到院进前已经无喘气、心跳，经过1点外钟的抢救，也是救无回来。因为他有确诊，我们当然是全副武装来做一个急救的动作。可是急救快1个小时，到完全都没有反应。厝边讲，死亡的少女甲爸爸小弟做伙住，初6确诊新冠肺炎，小弟嘛感染。推算爸爸采用0+7加隔离的方式出外上班，不过初10早起8点外，小弟发现阿姊叫袂精神，打电话给外妈，外妈通报医救了后，人送去保健病院救治。7号到9号期间呢，都有诊所来给予居家照护跟关怀。那这期间他有主诉他的喉咙痛，也一直持续有服药。县政府证实，这个少女有慢性病，会协助家属处理后事。不过，伊是不是因为感染了后健康恶化死亡，要搁查。中央统计，累计6月初9为止，0至9岁确诊人数超过28万人，占所有个案当中比例10.62%。领中重症以上个案有138人，致死率是0.005%。领10岁至20岁感染的人数超过24万人，中重症以上个案有47个人，致死率是0.002%。不过累计这2个年龄层已经有19个人死亡。
目前累积的儿童重症的病例总共是44位，那死亡人数跟昨天一样没有增加，是17位。目前6都内底双北甲桃园确诊数已经渐渐减少，显示北部确诊高峰期已经过啊。不过台中、台南甲高雄感染率伫8%至10%，中南部也搁伫高原期，什么时阵会过爱搁看。另中南部县市为了阻挡疫情，针对特定族群加发快筛剂，不过台中市政府主动通报，附录这款品牌的快筛试剂出现各样，已经有2万份全部回收。高雄市共配合库存10万份，虽然发出部分，不过无人反映有问题。为了谨慎，呼吁民众伫5月25至6月初9，领过市政府发这个品牌的快筛试剂，拢会当伫11至30这段期间，去卫生所也是得来所关怀保这个所在兑换新的快筛试剂。记者综合报道。由美国民主党所主导的众议院调查1月初6国会动乱这个特别委员会，初到暗时举行头一摆公开听证会，是希望借着各类为川政府关键人物的证词，甲现场看到的人，甲规件代志自头到尾完全甲斗起来，目的就是希望讲，甲川真正想要改变选举结果、发动政变的野心，全部压出来。民主党众议员汤普森所主持的国会暴乱特别委员会结束1年的搜证调查，伫初9暗时黄金时段举行头一场公开听证会。各大电视新闻网拢取消原来的娱乐性节目，专程直播这场2点多钟的国会听证。有关前总统川普伊主张的选举舞弊无效的部分，前司法部长巴尔伊伫证词中指出，一个特别卸任的政府袂当活伫一个照家己观点继续掌权，无具体证据就讲有选举舞弊的世界。In that context, I made it clear I did not agree with the idea of saying the election was stolen and putting out this stuff, which I told the president was bullshit. And, I didn't want to be a part of it, and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went into me deciding to leave when I did. 川普的查某囝前第一千金伊凡卡对特别委员会调查人员表示，伊同意巴尔所讲的选举舞弊是乌白讲的。It affected my perspective. I respect Attorney General Barr, so I accepted what he was saying. 2021年1月初6，国会参众两院当日进行各州票数统计，认证拜登胜选的过程中，2000外的川普支持者走入国会大楼，造成4个人死亡，100外7群关键受伤，事后更有4个关键自杀的悲剧。是1814年英国人伫国会放火了后，美国国会拄到上严重的暴力攻击。民主党想要伫国会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互共和党动来了后，转用特别委员会方式还原事件的头尾，公开前总统川普想要改变选举结果、发动政变的野心。转场敢若2个共和党议员参与，一个是怀俄明州的众议员钱尼，另外一个是伊利诺州的众议员金辛格。有意要搁见2024的川普，早伫听证会举行前就讲这是政治骗局。众议少数党领袖麦卡锡是讲，这场听证会是左派为了推动激进议程所制造出来的假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联邦众议院初步通过有关买枪年龄顶限制的枪支管制法案，不过随发生有人举枪去到马里兰州一间工厂开枪，造成3个人死亡，几个人受伤。虽然讲这嫌犯已经抓到啊，不过这件枪杀案也是今年第25件大规模的枪杀案。代志发生伫美国东部时间初9下昼2点半，有一位23岁查甫人伫马里兰州西部一间控股类设备的工厂，向4位同事开枪，造成其中3个人死亡，1个人重伤。警方赶到现场时阵，一人已经走去。Gunshots were exchanged between the suspect and the trooper. Both were injured and transported for medical treatment. 目前嫌犯甲肩胛头着枪的警察拢伫咧接受治疗。调查另外，目前也搁伫咧调查这场枪击案件的动机。根据美国枪击暴力档案馆的资料，这已经是今年发生的第254件重大枪击事件。若个案件继续落去，有可能入边或者是超过去年的记录。就伫咧这件案件发生的前一天，民主党伫咧美国众议院则以多数的优势通过加强枪击管制、保护咱的囡仔法案，内容包括提高买枪的年纪、限制枪装枪支的数量，也限制改装枪的浪费系统，加强背景检查甲幽灵枪的管制。
不过因为法案无受共和党人的支持，原版的法案伫咧参议院通过机会真小。公司新闻是会长评析。有2个英国公民和一个摩洛哥公民，因为加入乌克兰的军队去和罗西亚亚走做侦缉。这3个人昨罗西亚也表示讲，已经伫咧顿内茨克共和国给因判死刑啊。英国政府公开谴责这个对方，这3个人的律师也表示讲，会继续来上诉。俄罗斯成立的顿内茨克共和国法院伫初告宣判，为乌克兰离境的2位英国公民甲1位摩洛哥公民，因为参加佣兵活动，企图夺取政权、推翻顿内茨克共和国的宪政秩序的行动，判因死刑。因的律师讲会上诉。По всем пунктам обвинения. Доказательства все-таки подтвердили лишний раз, что обвинение построено не только на их признании. 根据5新社所发布的影片，伫判决结果出来进前无到24点钟，2位英国公民甲1位摩洛哥公民伫审判时阵承认因加入乌克兰的外籍佣兵，3个人对指控因的相关罪行也拢总认罪。Not guilty and change it to guilty. Вы готовы дать показания по делу? I am ready to give you evidence. Yes. Вы виновны в себя не признавали.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день вы поменяли позицию? Да, так точно. Признаете полностью? Да, полностью узнаю. 英国对这件案件正关心，真侪政治人物也谴责这项判决。This is the most egregious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讲，2位被抓起的英国公民是奸夫，这场审判是骗局，无合法性。首相强生的发言人讲，奸夫无应该被利用来达成政治目的。根据立法法公约，政府有豁免权，无应该以参加敌对战争为理由被起诉。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副主席格里欧带团访问台湾，今仔日是去参访立法院。格里欧表示，台湾人和中国人有真大的差别，就是台湾有民主的选举，而且台湾国爱面对着国安方面的攻击，参有国际组织国爱受人阻碍。针对台湾对抗中国的种种，因规团拢站起来表示尊敬。那最后，我想要邀请本团的所有成员起立，向台湾坚决的对抗中国的不包容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向贵国表达致敬。法国议员站起来对台湾表达敬佩之意。友台小组副主席格里欧伫接受立法院长尤锡坤款待时阵，感情表示，台湾甲法国同款的所在真多，台湾人甲中国人差别真大，因为伫台湾有民主选举，表达支持台湾的决心。Vous avez évoqué mon excellent collègue et ami Alain Richard, qui a reçu des courriers de menaces pour l'affirmation de nos positions pour Taïwan de la part de l'ambassadeur de Chine. Et je dois vous dire que cela nous rend encore plus engagés aux côtés de Taïwan. 我们应该共同来努力，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让中国10多亿人民也能够享受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进前，法国友台小组主席理查访问台湾被中国威胁，格里欧表示，伊即摆无受到中国施压，毋过伊无咧甲信党，因为法国是用自由表达国家，对是毋是支持驻法代表处改名做台湾，伊无正面回应，毋过表示大家拢知影台湾。Du bureau à Paris, je voudrais vous dire une chose, c'est que c'est pas une question, c'est une question qui ne se pose pas. Elle ne se pose pas parce que en France, tout le monde connaît Taïwan, et quand on parle de Taïwan, on parle de Taïwan. 法国参议员支持台湾总统蔡英文车早暗时会伫哥本哈根民主峰会顶悬以台湾全球民主联盟未当欠缺有判为题发表演讲，呼吁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同一天也会发表演讲。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有安排伫美国亚利桑那州陆克基地进行训练的11台 F-16AB 行政机，进前飞登来到台湾的时阵，其中一台卡架故障，先扣伫夏威夷大香山机场，经过检查了后，有6台今仔下晡平安飞登到咱花莲的基地。今下晡3点15分左右，有6台空军 F-16战机顺利扣伫花莲基地。特别注意的时阵，是这个飞行机的身躯顶本地国徽已经去互浮掉，连实仔尾这第5舰队的太阳神飘头也拢用掉啊。
这批6台无人机飞回来了后，另外4台呢是等后一批佫飞回来。咱来讲到受损的 F-16A 战机，会看受损的情形，再来看讲要安怎解修理。为着要应付中国军机的威胁，国军4年前伫咧绿岛部署鹰式飞弹，不过这款飞弹美国原厂已经要停止生产咯。国防部今仔日也拍算讲，明年要把这款鹰式飞弹全部换掉，会用天宫3型飞弹来守护东部的海峡。部署伫咧绿岛保护海峡，鹰式飞弹已经就射击准备，接到命令就当发射。发射过5个人一组，正在接近模式。女性官兵驶飞弹车，将飞弹装起伫发射架啊。动作正式，2位组装手顺利安装飞弹。因为鹰式飞弹是半自动导引，辅助的雷达正重要。弹发波所雷达会当讲是鹰式飞弹的目睭，侦测距离80公里。若搜寻到敌机，会保护连指挥所，这个下指令和高空雷达锁定目标。射停40公里的鹰式飞弹就当攻击敌军。我们鹰式飞弹它最大的优越性能是拦截低空的目标。那在这个优势上的话，只要是低空目标，在中高空的天宫爱国者没办法拦截的情况下，那在空作部联合作战管制中心会来赋予我们鹰式系统来实施拦截。国军接装鹰式飞弹要到60吨啊，机动性正悬。历年的操演总共发射313粒，命中率有90%。对两华情势紧张，攻击正列东部海峡的频率增加。空军4年前伫绿岛增设鹰式飞弹突击排，协助强军，甲部署伫华东的爱国者飞弹，构成东部防空飞网。我对鹰式飞弹来讲的话，其实我会给它8个字，就是当今之事，舍我其谁。从现在的爱国者系统跟天宫系统，其实他们的机动作战都是由我们鹰式系统演变而来的。那他们在他们在作战的时候，其实都有鹰式的精神的影子下。绿岛的环境较湿，鹰式飞弹进驻了，考验官兵的后勤维保能力。另外，鹰式飞弹即马只敢剩淡水、高雄有少量部署。美国原厂又搁停产，无零件。国防部暗算，和守护大海半世纪的鹰式飞弹，马年度hiệu。这边的故障率会比较高一点，因为它湿气相对重，所以故障的发生会比较频繁。所以我们身为保修人员的话，就是对于装备的维修是要非常去了解，妥善率是100%正常的。记者综合报道。移民署彰化关专勤队查到一个姓胡的查甫人，伊利用印尼一位查甫网青呢，伫咧网络平台顶头鼓励移工就爱逃走，来伊这个所在伊家安排头路，而且佫是有通食，佫有通住。这2年来所赚到乌心钱超过500多万。专勤队甲这个姓胡的查甫人，抑佫姓陈的中人，抑佫印尼网青，佫42名逃走的移工，全部移送法办。移民署专勤队人员到台中大安区一个移工宿舍清查，现场发现侪名对原来工作所在逃走移工，专案总共查到42名印尼籍人士，其中23人是逃走移工，另外19人是免签入境，不过做违法的散工。专勤队发现主嫌4号查甫人利用印尼的女性网络红人鼓吹移工来逃走，结果转介绍工作，抽取介绍费。散布一些吃喝玩乐的相片，还有这个新台币。以吸引这些移工不管是合法或非法的移工到这个旗下来帮他这个非法工作。4号查甫人在去年8月已经互查到1摆，7摆甲逃走移工介绍到大安区一个脚踏车加工厂非法去工作，2年外来不法赚到钱超过500万，即阵依照违反就业服务法甲移民法来侦办。劳动部表示，移工所以行踪不明，大环境甲薪水都是主要原因。这一些移工啊，大部分都是在散居在这个营造业工地啊，或者是担任这个看护工作，以及少部分制造业的工厂从事工作根据劳动部的资料，近3年外籍移工总数大约是70万人，实际联络人数在45000人到55000人中间，行踪不明发生率对2019年的2.5%，小可相关到去年的2.96%。移工团体表示，国内欠工的情形真严重，这逃走移工大部分向不法赤地的劳力密集的产业去工作，厂工的薪水也比较好。然后他整个的工作的一些环境跟工时也会比这个看护工来得好，因此在去年8月之前，其实有大量的看护工就转换到这个厂工这里来。
徐瑞希表示，中南部的农工业普遍欠工人，加上移工大部分利用网络社群来活动，较会互股东来影响。除了合法的头家加强管理，政府对移工的工作权益也应该来保障，才法度降低移工逃走的发生率。记者综合报道。金管会伫去年底启动第二批金融检查，包含10间银行、1间信用合作社和3间票券金融公司，伫今年3月底完成检查。查到公布第二批不动产金检结果，发现某一间民营的银行协助2间炒房团体伫咧办理贷款，利用投资理财课程，成民众向银行借钱来炒房地产。政府敢会搁再出手呢？特别是央行16要来召开第2季的理监事会议，敢会搁再出手管制房市，受到众人关注。大楼赶紧伫时间，不过厝价真贵，对着民众来讲，买一间厝真正是无简单。为了压制甲厝价差悬的行为，行政院决定修法禁止有售厝转卖，也予有售厝的地区，迪北市首先受到冲击。内政部实定的资料，迪北今年前4月有售厝交易量是535户，比去年同期的656户已经减少18%，买的人也拢伫咧看。尤其是中央银行16要召开第2季理监事会，是毋是第5摆出手来进行房屋市场的管制，真受到注意。央行应该注意到这个系统性的风险，如果它能够针对房市特别加强它选择性信用管制的话，减少房市的投资炒作，对于这个金融机构的自保或者降低其风险是有帮助的。专家讲，除了利息提升、检视操作的地区大数据，对着交易较收入的所在，予以选择性信用管制也真重要。根据金管会查到公布第2批不动产金融检查的结果，发现某一间民营、中型的银行协助受理2个团体来办理贷款，利用投资理财课程诱导民众向银行借钱买厝来炒悬厝价。这个炒房团啊，他利用投资理财的课程啊，诱导民众向银行融资炒房。我们检查发现，他的银行行员就直接到炒房集团举办的这个不动产投资讲座的说明会场，进行签约对保。相关资料也显示，借钱的人还款、缴利息能力偏低，买卖契约加贷款的契约签名的字无同，才会来抗缺失。刘主编表示，头一摆检查出受理这个炒厝价团体银行，甲第2摆是同一间。这部分检查局已经把报告提交给银行局，由银行局来决定是不是要开发。红点的银行也发布3点的声明来自清，强调无配合买厝炒厝价团体贷款，也已经对相关的事实顶部所讲的意见，和金管会记者综合报道。要到20万人参加的国中教育会考成绩伫今仔日公布啊！这回是新考公司行了后的头一届会考，摕到5科拢摕到级数 A 的考生有16000多人，但是其中呢只有939个人的作文摕到6级分。另外，受到疫情影响，今年有4000多的考生就要参加补考，这阵人就要等候到6月15这成绩才会公布。我把我错的观念，然后还有一些错的题目。提出平常时上课所写的笔记，分享读册方式。这个王同学伫今年的国中会考得到5A 写作6级分。就是我一样开始就把我想要讲的事情都写完，然后中间再举我刚刚说的英文戏剧比赛的例子，然后我们分工合作的一些事情。要像王同学同款5A 写作6级分无简单。教育部统计，今年国中会考5科拢摕5A，正式顶级的考生有16000多人，不过加上写作6级分就只有900多人。整体来看，考生以5B加写作4级分的搭配上多。另外，国考的精实度，国文、数学、社会拢比去年较悬，英语、自然小可降低。也若是优待加强的部分是5科拢降低，其中数学的26.69%更加是创下9年来上低。在精熟等级的部分，数学跟国文科，它在过去的9年它的增幅是超过5%，降低的部分幅度最大的是数学，接着是社会科，然后还有英语科。另外，今年的国文写作是引导学生以加做加学习来思考。学者讲，相关的经验得来看，不过要考生深刻地写出来较无简单，摕6级分的标准真悬。
作文改得比较严造成的影响，可能34就掉到33.8，33就掉到32.8。会考积分超过30分以上，可能还是选传统的这个前3志愿；30分以下，那会比较建议就是选附近的这一些社区的高中。15分以下找不到合适的公立高中，会建议可以考虑不错的私立高中。因为情影响，今年报考人数有4000多人，要等到15才发布查询成绩。要求开放考生查询个人的事位，三城市外有到7月12放榜。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囝生少影响，这几年真侪学校被收起来。4月立法院由3读通过私立高级中等以上学校退场条例。今仔日，就教育团体伫咧立法院头前召开记者会，公布一份私立大学办学状况的评量图表，提供予考生做入学选择的参考。伫咧淡水的新约翰科技大学团组校内部分学系按算停止招生，教育部也表示，3月有要求校方董事会爱伫7月底进前将着6000万的资金，无会列入专案辅导。7日有教育团体召开记者会，公布以私立大学财务状况、注册率、薪资比等等资讯做出的图表，提供学生做入学的参考。因为我们有2/3的学生是念私立大学，然后在退场条例通过之后，我想大家都有意识到，很多学校现在目前正在快速退场当中。不要被很多的学校的一个广告啊、话术啊，或者是助学金所吸引，财务安全或者是它的注册率都是红灯的话，那考生就要特别的注意哈。那生师比当然反映出他的教学品质。学者表示，会使以无共色水来分辨，简单看出各校的状况。若有上歹的红色、柑仔色，就要注意。另外，因也呼吁教育部建立相关制度，予校内人员会使调查学校的财务状况资料，最顶监督学校。教育部应该要求学校对内也要公开这个财务资讯。哈，我们发现目前对外公开的资讯是 OK 的，但是对内学校的学生的代表、老师的代表、校会的代表、集合人员都看不到学校的一个财务的一个明细账。教育部表示，有设伫网络平台公开校务资讯，和社会各界会使关心各大专院校的运作。但是学者表示，伫网络平台公开的资讯是无到校内人员进行监督，应该要有更加详细的财务资讯等等，才会使达成监督的效果。批评教育部的回应只是应付。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嘉义大拿种四季果农民顶礼拜发现讲，这四季果就还未到分，就开始伫咧落架，唔知是因为落雨，还是病虫害。今早起，县政府农业处会同农改场人员到现场稽查，希望会当找出问题。落到龟头卡的四季果，农民感觉真烦恼，唔知是啥物原因，大雨了后，还未采收的四季果拢落落来。每雨了落落2天啊，9分过日头。发起来时，规个时都拢掉啊，水拢流了呢，都拢流咧啊。嘉义县大拿镇是四季果的产区之一，目前通报有落果问题的果子树，大约有1公顷左右。农改场人员甲县政府农业处7早起去，探卡无雨去现场了解情况。5月下旬的一波豪雨，造成说它的植株有落果的现象啊，但是因为我们跟改良场去初步判定呢，可能是有疫病的影响。农改场人员表示，有落果的四季果，目前初步看起来是因为种植方式所引起的病虫害，甲落雨并无直接的关系。农业处嘛指出，这几天的天气一直到昨才较无雨，所以各乡镇市公所当咧统计农损，统计了后才知影灾情到底偌严重。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即马照护中心嘛，当作是虚拟病院时段，看医生是唔免出门啊。国发会甲高雄市政府合作推设5G智慧中照，伫公山英民之家打造一个 AR 智慧目镜应用的照护场所，照护病房甲病床拢升级。即护理师挂着 AR 智慧目镜照顾时大人，甚至会当甲医生连线伫线顶诊断，并英国搁较利便。医生，我们现在的北，他现在目前他伤口。中间发黑的部分呢，都已经改善了。护理人员戴 AR 智慧目镜，让医生通伫线顶看病。透过智慧目镜，护理人员嘛会当马上看到每一位时大人需要食什么药啊，也是照护。比如说他特别需要做皮肤的
检查啦，然后翻身拍背，在智慧眼镜上做显示。那显示的话，就是项目就会很有顺序，一条一条，让我们可以很清晰提示我们。除了智慧目镜，另外这顶名层会使自动替时代翻身，侦测伊敢有家己落名层。透过电视，嘛会当监看规间房间的状况。这些服务拢是因为公山英明之家设置5G 网络，佮结合智慧医疗科技，时代免出门就会当得到医疗照顾。目前公山英明之家有4间房间，20顶层加入智慧灯罩的计划。计划大概花了6500万在做这个的系统。那未来的发展不是只有在这个地方，这个以后农家的16个农家还有8000个病床都会开始做。台湾伫2025年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佮加上疫情，管顾医疗需求增加，佮发挥甲高雄市府合作，推出5G 智慧灯罩，希望提升医疗效率，嘛互时代佮较好的照顾。记者陈嘉文、罗伟做高雄报道。金光布袋戏正出名的婚林良兴国奖中剧团，在半冬来甲一寡喜红仔酒互新庄文化艺术中心展览。戏迷伫遮也当看到上出名的五鸟金鹰，这出戏相关的故事，也通好了解到金光布袋戏的历史演变。 50年代婚林良兴国掌中剧团的古鸟金鹰戏出，未少戏迷到达也是真怀念。真侪戏内底出现的红仔甲鸡丝，这站当咧新增的文化艺术中心来展出。那我们将展出龙兴阁、掌东剧团在这个不同的时期的戏偶跟道具的一个演化，甚至为角色增添了机关科技、稀奇古怪的车子、轿子、怪兽，那也在这边会有一一的一个展出。 一身红仔有布的人血管色水艳，面型特殊，是金光布袋戏的特色。良兴国讲，迄阵对传统的古册戏转变做金光戏，除了红仔变大身，嘛无像传统的 logo 显吹，更加因为剧情多变，一时成为大家真好看的娱乐，嘛是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因为以前讲到金鹰出来讲，一个人就变落水，迄当时的时代的观众讲后遐喊。 穿一个开人啊变落水，愈含是愈爱看的，就这样一直掰下去，一直拍到今仔日呢。随潮流改变，金光布袋戏的红仔嘛愈做愈有路，因为团长廖昭同是招安客家主题，更加将台语的布袋戏加添客语的版本，推广客话布袋戏，嘛到学校教囡仔的人戏。廖昭同表示，布袋戏虽然已经无较早的光景，但是也是希望这个传统文化通继续维持。展览会展到这个月19。记者伫甘木里玉凯新北采访报道。 非洲部分地区因为这几年伫咧可汗加上虫害可能会欠粮食，南非的西部有3个省最近就碰到虫害，加拿大开普敦省呢，就2万多公顷的田去互煎稻食了。这规模是这25年来上界严重的，恐惊会出现粮食危机。另外，伫东非的索马利亚是连续4个季节拢无落雨，这农作物甲种生仔拢因为欠水来死亡，真侪囡仔因为营养不良，产家寸骨娘。 最近这多四季飞来飞去的草莓啊，和南非的农民是真烦恼。 They just take out any little bit of grass. 南非西部3个省份最近面临草莓啊大菌，草莓啊菌的面积大到4000公顷，敢若是当开普敦省将2万多公顷的田和草莓啊拢食了，饲菜者经济也拢被破坏。当地农业团体指出，这场草莓啊灾害是25年来上界严重，时间点又搁在创纪录的7年的可汗了后，若是搁继续落去，粮食的供应恐惊就出现问题。 Any sudden change or any disruption in farming methods generally comes with an adverse economic reaction. 南非政府已经组成专职单位协助农民来灭虫，希望伫9月气温升高，下坡幼虫孵化进程控制数量，唔爱互危机来扩大。东非的索马利亚是因为严重的可汗、粮食欠缺，即要爆发饥荒，当地已经连续第4季拢无落雨啊。 田内农作物拢打死啊，所饲的生条也拢死去啊，囡仔无物件通食，产家皮包骨，甚至有囡仔营养不良死亡。 waxaa u keenay macnaha xagga naqafadaro macnaha oo maaragtay alxamdulilah oo daawo aba jirin inta uu soo qaaday marka daawadii marka inta u imaadayna ilaahay aan noo gargaaray laakiin alxamdulilah dadaan helnay waan noo gargaaray meel kasta waa la geeyey marka alxamdulilah hadda
Barakina si horma wan kada ai wan hadi wili wa wasihaya. 当地病院指出，最近因为严重营养不良带伊的囡仔的人数增加2倍，床位已经无够。联合国进前警告，索马利亚将近一半人口大约780万人拢伫摇巴岛，其中超过20万人已经处在饥饿的边缘。严格援助机构无互国际来关心注意，基准部级别资金犹原无够所需要20%。公视新闻齐婉玲编译。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最近刷出现粪扫山，本地爱送去大坑场的一个废弃粪扫，因为无法度清走。抗议的村民表示讲，这坑大场早就甜啊，甚至和警方发生冲突。一台搁一台载满来自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粪扫的货车，伫警车的开导之下，准备运去10公里外，伫个班加勒丹达的粪扫场。另外一边，村民草路边的树啊，徛起一道路中，搁直接提起大大细细石头，偏向警方甲货车。车玻璃是烂糊糊，搁造成至少3个警察受伤，最后200台货车被逼原路转去。抗议村民解释，粪扫掩埋场早就已经把无法度搁坑搁较侪粪扫。क्षेत्रमा जनताको घर वरिपरि तपाईको डम्पिङ साइटको व्यवस्थापन गर्दा त्यो इलाकाबाट 2-3 हजार मिटर पर हामीलाई बस्ती तपाईको चाहिँ स्थानान्तरण गरिदिनुपर्छ। नत्र भने घरको वरिपरि फोहोर मैला राखेर हामी युगान्तकारी रूपमा बाँच्न नसकिने भएको हुनाले यसलाई चाहिँ कि त तपाईहरुले त्यो गरिदिनु पर्यो हामी हट्छौँ कि त तपाईहरु यहाँ चाहिँ फोहोर मैला ल्याउनु भएन।粪扫运袂出去，就蹲伫个高级标示边仔街路，不止臭烘烘，搁引来乌鸦并食，造成居民健康受影响，也互来参观世界文化遗产的游客拢真着惊。Yesterday, I went to Durbar Square. I paid 1,000 rupees to come in, and I know because of the earthquake in 2015, they're still building it. But I wish I had my phone with me. I came across a massive pile of rubbish, very big. 有山中天堂好名声的加德满都是尼泊尔第一观光大城，即马煞爆发粪扫之乱，互希望游客回流提振受疫情影响的经济当局真头疼。根据当地媒体报道，尼泊尔城市的发展部长为化解危机，70下甲村民举行会谈。公视新闻王雅芳编译。明仔载天气时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25度到30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2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4度到33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2度到30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暗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